那我们继续上个礼拜的那个没有翻译的哈，第四篇的下半段哈，最后一段哈。那最后一段是恒春阿美族啊，分布在池上乡、富里乡、鹿野乡、关山镇、太麻里乡、恒春这一带。好，因为曾经居住在恒春地区，所以叫做恒春阿美族哈。那我这边呢，因为我家是住在鹿野乡了哈，这个名称的部分呢，我提供给大家参考了哈。那池上叫烦恼哈。好，护理的话，他们叫工部哈，工工部哈，关山叫地沙不，地上啊，这个是本地的称呼哈，很多资料上面的是不准的哈。那如果说我们入野的话叫，叫啊丁丁案打丁丁案因为我是住入野，我知道哈。因为巴拉亚拜不是鹿野哈，巴拉亚拜是另外一个部落不在鹿野那个地方哈。另外太麻里叫达菲利达发利太麻里恒春巴厘岛哈，没问题因为这个是我们本地的称呼了哈，就是说也是我们恒春阿美族在叫的哈，所以可能要以我们为主哈，以我们为主烦恼吃上公布那因为富里本来就是有蛮多恒春阿美族哈，滴拉滴浪是关山哈，那打丁丁岸呢是指火车站那一带哈，鹿野火车站那一带哈，达发利、太麻里、巴厘岛哈，好给大家参考哈。那我们来翻翻看这个，主要这个动词也是在这里哈，分布请说。哎，有什么要问题的吗？有没有？没有哈，没有，那我们就开始翻哈。好，所以这边的这个关键词还是在哈，在，那分布在了哈，居住居住在当然曾经居住在分布在分布这个词呢，我们前面已经有了哈所以也大概是都是地名了哈。那地名对我们来讲是帮助很大的哈。那烦恼呢，不会是只有台东的池上哈，那个花莲也有一个地方叫烦恼哈。那公布呢，当然是指富里乡的那个乡那个地方哈，并不是其他的部落包括鹿野乡也是一样哈，因为它是以这个整个名称资料上面叫巴拉亚拜，巴拉亚拜只是一个小部落哈，它并不是鹿野乡的一个代表那关山镇也是一样哈，关山镇呢叫迪拉迪上它是一种虫红色的虫因为初期阿美族到那个地方，在泉水那边呢，长了很多这个迪拉迪上，是一种红色的虫它会在泉水那边所以阿美族我们恒春阿美族就称那个地方叫迪拉迪上那打丁丁案呢，就是在这个应该是在日本时代起那个地方刚好是一个就日本人来蹭东西的地方蹭东西的所以那个地方叫打丁丁案，是指鹿野火车站那一带好这个是我知道的哈。那副理叫公布呢，听这个音呢，应该不是阿美语哈，可能是闽南语或者是客家语哈。
闽南语的几率应该是比较高了，那没有研究哈。好，昆布，那个男士的发音叫昆布，哈，昆布，昆布，哈。如果按照音的话，昆布会比较好哈，昆布，哈，元音应该是昆布，哈。这个好，右旋上线了哈。好，还没有。好，书写写好了哈，书写写好了，我们就先说哈。那你刚上线的不要急哈，慢慢写哈。啊，有巴厘岛啊，邦扎嘿，马路比萨伊烦恼昆布啊，打钉钉案啊，地上打发力啊，都巴厘岛。然后哈尼那马路爱伊巴厘岛萨嘎有巴厘岛啊，邦扎汉，哈哈。哦，这样的话就非常好哈。啊，邦扎哈，马路比萨分散哈，分散啊，马路比萨伊烦恼啊，在池上啊，昆布。打钉钉案哈地浪是关山哈，关山镇哈，大发地是太马里啊，巴厘岛因为那我哈尼那马路爱呃，如果是我呢，这个那这个那个要当成是词缀哈，因为那的话你单独词在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词要单独存在，它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它可以独立、有意识、有功能，它才能够分开哈。所以理论来讲，就是说，包括这个一都应该是要连哈当然这是我的建议了哈。那你们因为牵涉到要考试哈，但是你还是要知道，它其实是个词缀哈，包括这个呢都是哈。那你可以不接受我了，因为你们是要考试哈。好，但是在分析的时候呢，这个蛮重要的哈，蛮重要哈。所以包括这个三嘎这个三嘎哈，呃，所以理论上哈，这个三嘎呢，它要跟这个乌连在一起。三嘎乌巴厘岛汉阿邦扎汉，好，因为是因为是恒春阿美族，所以汉这样称呼哈。好，那个苏贤嘿，有听到哈？这个三有个你不能有有，分开哈，哦，好，因为是恒春阿美族所以那个汉就是故名嘛嗯，嗯，所以那个沙干呢比较麻烦，它可以单独成连接词或转折语，它也可以是词缀是词缀比较麻烦在这里哈。好，当然你因为你还要考试嘛所以呢，你还是按照你写的我这样分析你就知道就好了哈。好，还没有哈。那因为考高级的翻译字数并不多了哈。当然我们这样练习是蛮好的哈。那因为将来这个翻译的这个能量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多。
不论是什么都是翻译啊。那老实讲，这个是蛮麻烦的哈，当然也没有办法哈，因为上面主导就是这样的哈，不论是我们的认证还是什么，都是翻译哈，翻成阿美语啊。好，这边呢词缀呢哈，马鲁比萨哈，应该是这个妈是词缀哈，噜的话本身是一个词，鲁比萨已经是一个词了哈，所以这个那马鲁爱呢，这个呢也是词缀哈，也是词缀哈，包括这个萨嘎乌啊，我都会把它当成是词缀哈，词缀啊。好，修兰翻好了哈。好，我巴里萨邦扎伊乌马拉里瓦萨伊烦恼伊昆布滴答滴上打钉钉案打法力都巴里萨好，这个修兰还是不能讲话吗？可以。这边为什么是 nine 是什么？等啊。等哦。嗨。等是吗？这些部落等啊。等哦。好，等一下哦。好，萨嘎乌巴里拉古阿鲁马奈马阿奈哈，巴里拉汉古尼邦安安古尼邦安安，所以这个古尼邦安安哈所命名，所以这个尼是词缀哦。是词缀哦，不是那个属于那个。尼邦安安安，尼邦安安安是一个词哦，所命名的哈。所以你是古尼阿邦安安还是古尼？就是这个有两个意思在。你看，你是这样的吗？古尼阿没有哦。所以你是哪一个？古尼，我那个尼跟姑都分开，我没有加阿呢。不是，你的意思是这个？你是这个命名吗？还是什么？对对对，你是这个吗？这个命名吗？如果是这个命名的话，要古尼。古尼阿邦安安哦。对对对对。如果是命名的话，就只能是姑。如果是这个命名的话，就要用古尼。哈，可以理解哈。好，那现在就是这个nine，达菲利杜巴里萨等等是吗？等等，你等等的是这个，就这几个部落啊。对，你们都是用nine是吗？nine吗？还是nine？应该是还是要加马阿奈、马岸等等，马阿奈也好，马阿奈会比较好，奈的话不行。为什么？马阿奈的马岸就是等等啊，什么什么啊，有没有？是哦。它应该是马岸呐，马阿难，马阿奈也可以，马阿奈可以。马奈，你像这样子的是马奈哦。对对，但是因为你们已经是马奈了，跟你后面这个一样啊。理论上应该是马阿奈了。我要加马阿奈。它是马岸什么的，有没有？马岸什么？当然现在很多简音叫慢的，基本上大概都 OK 了那这样的话应该会比较好哈。那这边呢？这边还是要连在一起，萨嘎乌，巴里萨汉
因此因而是啊，它牵涉到这个是这个问题啊，除非你是什么这样子啊，哦，我们看中文哈。当然，因为啊，如果是你这边是断掉，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分开。哦，那理论上，因为曾经是，它的词应该是这样子啊，因为曾经是，所以应该就是还是什么萨嘎物，连起来。对，萨嘎物。嗯，那可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写法呢，不会大概哈，乌巴里道这样子。其实你要把那个萨嘎当成是词缀，原因嘛，原因是什么？他们住在巴厘岛啊，所以叫巴厘岛啊，巴厘岛。是不是？原因是嘛？哦那个萨嘎物叫原因是哦，哦，好吧，好，好，这好，样的话应该没谢谢。问题。嘿，来，怎么你的麦克风修好了哈？还是设定的问题啦。好，还我也是常常出这个问题了啊。是。好，我们看还有谁可以吗？那个右巡哈，右巡好像可以是吗？右巡信息我的贴上了，贴上了吗？还有红爱对对，红爱好，好右巡好。upali daw amis matanak ifanaw kumpu ta tingtingan tisa-tisang tafasi at upalilaw. Itini ay ipalilaw ko kamaruan no mira. Iti ako man sa pangangan hantu 还是 hatu 那个汉打错了，汉汉比较好了哈。帮刚刚对，帮 hatu 的刚话就好刚汉，像是哈会不好嗯，哈。哦，pangangan 是 hantu 巴厘岛哈。巴厘岛阿哎，米斯，等一下，曼莎邦安安汉，你那个度是热还是什么？对，你所那个度是热以就吗？就所以就给它取名为那个巴厘岛这样子，哎，不是，哎，哎，对，所以你那个度是热吗？还是什么？是了，应该不是热哦。好，这个度不能连，为什么知道吗？不能连，邦安安度不能连，巴厘岛，命帮名什么刚刚多，巴厘岛哦？有没对，有？所以这个度是不能是连的。哈，这个很麻烦哦。就是说我们这个度很麻烦，就是说如果你连在一起的话，它是热；如果不连的话，就表示是说明什么东西。邦安安都曼嫩，邦安安都巴厘岛有没有？有没有？邦安安起名叫什么？都巴厘岛。邦安安汉都巴厘岛，所以那个度不能连。哈，可以好，理解哈。这个差一点点呢，但现在我们现在这个问题也蛮严重的哈，就是说有的连，有的不连哈。就像这个菇嘛，你不能连呐、有没有？它是什么？它是一个标记啊，它是一个阻隔是，标记。那这个嗯，呢，这个都也是一样，它也不能连。为什么？它是指示后面是什么？帮安安都是不是？命名什么？要说明对，哈这个就是问题了哈。好基本上你是用马德纳哈，马德纳马德纳可以翻闹，好，没有问题。对嘛，马德纳等那分布，好，没有问题哈，很好。这边的问题比较大，就是都了。我们现在就是有时候这个都是粘的或者是不粘的就是有这个问题在有这个问题在这个是普遍问题哈，普遍问题。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都是什么都就好了哈，它到底是热还是什么，要指示后面什么东西哈。还有红爱嘛哈。好，红爱你等一下你就自己写好了，你就我再那个哈，再解释一下。所以我们继续往下走哈。好，以上各部落在历史源流、族群迁徙历程、地理环境、生计方式不相同，各部落在语言和文化也有差异性。好，所以其实这个我们前面大概都有翻译到了一点点哈，现在只是整个比较长哈。这边呢历史源流哈。族群迁徙的历程地理环境、生计方法哈在语言文化上也有差异性就说你看这个关键词在部落在历史源流族群迁徙迁徙历程地理环境这个大概没有问题生计方法也没有问题不相同不相同在语言文化也有差异性这几个关键词了哈。历史源流你不一定要按照这个字面的意思去翻反正就是历史历程就是过程地理环境就是那个地方。那试看看哈，地理环境看看能不能翻出来哈。生计方法生计就是生活你就是生活的方法了哈这个比较那个了哈。也有差异性的话，我觉得这个太那个了哈。有一些差异性就好，有一些有差异性跟有一些有差异性跟有一些差异性，那是很大的不一样。当然，这是我们就先翻译了哈。像下一段就是第五篇了哈。第五篇呢，我没有全部要进来哈，因为有一段呢，我把它删了哈。那我自己有解释哈。什么叫娘肉所以我不认同那个学者所说的这个话部落的这个解释方法所以我就把它删了哈。然后我有我自己的解释。因为这个资料是这个李议员教授他已经不在了他已经不在，他是中央研究院的人类学的院士地位非常高了地位非常高如果说是所有阿美族的部落都是普遍都是这样的话，我会同意但是并不是只是少部分是这样子所以我就把它删了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跟很多长辈讨论过确实是不合适不合适。好，那有些单词呢比如说这个历史源流从哪里来的嘛或者是包括迁徙就是你不一定要按照字翻译，反而很难就是你要知道它的大概意思是什么，然后你翻出来就可以了那这里
可能比较麻烦的是那个地理环境，哈，看看你们能不能翻出来哈，地理环境，啊，环境哈，环境。那其实你不一定要按照字面翻了。什么叫地理环境？你居住的地方嘛，哈，所以一个字就打发完了，好，一个字啊。那我不说了，看看你们能不能啊把它翻出来。地理环境，所以很多中文哈，就是我们一个字就表达出来了啊。当然有的不行啊，有的要用词组啊。所以我们尽量不要用很深的单词哈，尽量用很浅的，然后能够表达清楚。好，这个是翻译的第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好，如果你的翻译呢单词很深，那很多人是读不懂的哈。当然程度有差了，确实哈。那因为我们的翻译本来就是要给所有的人都看得懂，哈，所有的人都看得懂，所以尽量用很简单的单词哈，即使是用词组啊，也要用很简单的单词去解释啊，这样的话会比较好哈。那翻译的原则就是说，不一定是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哈，就是说，你认为这个关键啊，它的关键它的这个这个不叫关键，叫什么焦点焦点你认为焦点是哪一个？你也可以提前就是整段的意思呢，你还是要表达清楚表达清楚这是基本意思要表达清楚，而且要完整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就是因为这个比较没有什么，没有主词动词的这种概念就是说这种长句虽然说很长，但是它比较反而没有什么，没有主词动词的这种概念比较没有当然也是有啦，就是在这里来讲，能看就是有什么部落部落是主词在语言和文化上有你看，所以其他的都是词组其他都是词组所以这个差异性有差异性，这个我们前面就已经翻了很多遍有差异性现在比较没有翻到的，应该就是地理环境这个词，但是前面呢也有翻到了也有翻到你不一定要按照那个字地理什么叫地理啊？那当然可以讲很深，也可以讲很浅环境那地理环境就我们来讲，它就是什么？地理环境就是你住的地方嘛老师，我的翻好了。好，红爱嘛好，上一句是 OK 好，辛苦你了好，我们先看一下红爱的Uno balitaw amis malupisakai ifanaw kumpo tingtingan kancang tafali to balitaw 好，那马路爱balitaw saka pangangan han to
五巴利上哈，基本上没有问题哈。那马鲁比萨盖哈一烦恼这边呢那就是经历过哈经历过，就是这个那跟妈呢，其实就是已经是指发生的事情哈。那妈是发生，那是什么？那就是经历过哈。好马鲁爱伊曾经居住在那马鲁爱伊巴黎上曾经居住在恒村萨嘎邦安安汉都乌巴黎上都乌巴黎上可以没有问题哈。那个乌就是强调这个后面是巴黎上可以没有问题哈。好他用这个肝脏哈，那肝脏这边呢要改成大写就可以了哈。肝脏是这个应该是日本话哈，日本话的这个介词哈。对从日本话来的哈肝脏哈，肝脏还是肝脏都可以哈。那我的发音是肝脏哈，我的发音肝脏这个 n n 跟 ng 有时候都是牵涉到方言的关系哈，高低所以没有问题的哈。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句子通常都是比较长了哈，比较长，我们就会好，这个书写已经放好了哈。好，他用这个乌纳哈，好，可以哈。好，它是用全部乌纳尼亚罗马面意，在个的扎古来努拉人阿万，乌拉干努卡弗拉努菲纳扎山，乌达里奥努巴尼亚罗安都萨卡奥利伊拉阿扎古卡萨西鲁马努说了都斯拉阿万哈。好，基本上没有问题哈。以上各部落哈。乌纳尼亚罗马面哈，没有问题再一个的赞不一样什么东西不一样呢来努拉人阿万这个历史源流拉嘎努嘎弗劳努菲纳扎赞弗劳就是迁徙拉嘎就是形成属于这个菲纳扎赞族群好，大六就是周围大六诺巴尼亚六岸哈。好，这个很好哈。所以大六其实你就可以翻成环境大六。那可能男士的这个尾音不太一样了不太一样大六你不一定要用大六五六诺巴尼亚六岸也没有问题六本身就是一个名词本身就是名词是没有问题，不需要加搭加搭也没有问题好，那因为你加搭呢，它还是个名词，它并不是动词你要变动词，就是要加动词词缀它才会变动词。所以我们很多的词都是名词好到这个奥利还有这个生计方法怎么生活了好，萨嘎奥利伊拉扎还有什么？也有也有跟萨西鲁曼不同，什么诺算语言都是兰阿万文化好，这个非常顺那我这边就加一个了这个是一个习惯性乌纳阿尼亚罗
啊乌那阿尼亚洛哈我觉得会更顺哈。乌那阿尼亚洛阿马命意哈，所以我们在文字上的时候，这个特别是词跟词之间哈，加个连接词会更好哈，加个连接词哈。好，所以“史拉阿万”这个词现在就是已经是大家都已经用了哈。老实讲，这个词哈，非常深，哈，非常深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对小孩子讲啊，可能还不好解释啊，不好解释。嗯，好，乌拉嘎努嘎夫拉努菲纳扎善哈，可以哈，这个词组很好哈。所以它要翻成那个历程哈，历程啊，是用那个这个字啊，非常好哈。这个也是翻进来了哈，啊，翻进来了。所以这边你看有用努哈，努有2个努哈，努嘎夫绕啊，努菲纳扎善哈，属于民族的是属于民族的啊族群哈，属于族群的属于迁徙的动静拉嘎形成好再改的再不一样来来，no 了ngawan好，很好哈，这个单词应用的非常好哈。海岸喜欢用这个巴尼亚路岸哈，这个我要研究一下了哈，这个就是地方用语哈。这个在歌里面常常出现哈，巴尼亚路岸。好，部落嘛哈，尼洛哈，尼洛哈，那人奥万就是从人奥人奥就是发芽了哈那拉人奥万就是从可以说是发芽的地方啊所以这个词其实可以有更多的应用哈不一定是只有这个词哈。那包括来这个词哈，
那个 olive 好，生活的什么哈，所以是原因还是什么？好，所以用这个词就可以了哈。那这个地理环境呢，你也可以扩大一点哈。大六诺巴尼亚路岸，好，这是个比较小的概念，那你可以扩大成比较大的啊，就是后面用更大的领域啊，当然这边主要还是讲说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理环境主要还是讲居住环境。当然这个词组已经是非常好了达六诺达六诺尼亚洛就可以了哈很简单。那海岸比较喜欢用巴尼亚罗岸哈，属于部落的周围岸就可以了哈。当然用巴尼亚罗岸是没有问题哈。那因为这一段本来就是讲什么我们的部落部落怎么样形成的。当然以整个方言来讲的话，当然是更大怎么说呢？海岸马兰、恒春、秀姑兰南势所以当然还是以 narrow 这个词为主以这个词为主所以你可以把它扩大扩大你可以用更大的区别，大利诺巴拉巴拉这是一个巴拉的话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区域大利诺嘎萨尼亚罗阿罗各个部落也都行都可以那我也学到了一个词但是还真的是查不到他用这个词嘎萨汪汪这个词我查不到。嘎萨汪汪呢这个词比巴拉还更大更大巴拉可以说是一个地区了区域像我舅公翻成花东纵谷，他就用这个词表示是很大、很长、狭长大沙汪汪纵谷整个他就表示是两座山之间当然我们前面已经翻译过了当然也可以解释成狭窄的这个平地没有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词组的概念，也可以用一个单词的概念单词所以我们很多部落的单词还真的是有些差异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把所有的部落的这个方言部落的这个字典只是做部落的字典能做出来每一个部落它一定有不一样的单词一定有的但是我们都没有做
我现在可以做的大概是3个部落了哈。那现在正在做电光部落啊，电光部落正在编辑当中啊，看看今年能不能完成哈。如果能完成的话，明年就可以出版哈。等于部落的第一本字典啊，部落就是部落而已，电光部落哈。这个是我那个舅公他自己编的，然后请我整理哈。我从开始了解部落文化的时候，我就跟着我这个舅公哈。我17岁啊，17岁到现在已经超过40年了哈。我都是跟着我这个舅公啊去除了这个调查我们恒春的部落之外，还有陪他去从这个池上池上到恒春池上哦，从池上到恒春海岸有走一些主要是走恒春的很多部落一直到恒春我就跟着他一直走信息我贴上去了。好，在哪里？好好，看到了哈，好。对啊，你们不贴，你看我就一个人自言自语啊。好，好，una niaro amin I chua ka hachachal ko sa tapangan nang la ulakat no kafurao no finaulan Italiok no niaro ato sa kaurip irahanza irahanza ko kasa siluman no chachiao ato sarangawan una niaro amin chua ka hachachal ko sa tapangan nang la起源嘛没问题。做个赞它有什么差别做个赞再个赞过来努了5万urakat no kafurao no finaulan Italio no niaro ato sa kaurip irahanza irahan是不是我们那边的地方的方言别的不懂？你是哪里？口语化。你说马兰法兰奥。irahanza还是irahan aza？哪一个好？可能是比较口语化嘛，因为我们都是伊拉汉扎过妈这样子，会这样子讲。你这边有没有一个音呢？就是还是要分开。不，汉扎理论上是要分开的。因为它是伊拉汉，有没有？扎有没有？对，它这个扎是什么？就怎么讲，就很口语化，我也不太翻译，因为我就按照我的想法下去。这边一定要加个伊拉汉的扎。如果是扎的话就是不。说伊拉汉扎，伊拉汉扎，那个才是什么？也或者是右这个差别很大就是我们在文字上要很小心。如果是炸的话，它就是不是咯，有没有？就是在口语的时候当然是这样，可是我们在文字上就你很容易被人误解。那个炸是什么？炸是不有没有？是哈炸伊拉汉因为那个是连音嘛，伊拉汉炸那个是很轻的我认为是这样子啦因为那个炸是什么？也嘛，也是右嘛，有没有？是不是？对，如果是光是炸的话，就不一定是了，不一定是也，不一定是了，它就可能会变成不因为炸菇，那后面就通了炸菇跟沙西鲁嘛就不一样有没有？好，这个没问题了，这应该是这样子
那现在就是好，说这谢谢老个，哎，沙达邦案能了啊，这个就是源头了哈，沙达邦案哈，开头哈，沙达邦案就是最开头的地方哈，所以这个字也应用的非常好哈，这个大棒哈，沙达邦案最根头的根源的地方哈，也可以讲时间，也可以讲地点哈，所以这个词就你看，就一个字就带过了哈。这个历史源流，你看一个字就带过了，很好啊。好，其他应该是跟上面差不多哈。好，意大利有诺尼亚洛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哈。那就是我讲的刚刚，就是说你要把这个领域这个区域要不要再扩大啊？基本上尼亚洛就 OK 了哈，把尼亚洛按尼亚洛都没有问题啊。只是说你要把这个区域要变得更大的话，也是可以哈，因为它是讲地理环境嘛哈，地理环境也就是周遭的环境哈。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被那个文字打死哈，你要知道它真正的意思，然后把它意思翻出来就好因为要不然这样地理你怎么翻，你还不好翻了，是不是？地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翻译的一个技巧了哈，翻译的技巧。好，修人好了哈，好，很好。所以你看，他就用哈迪埃哈扎，哈扎就是这个，也是也哈，这个哈扎，等一下这个词我有时间我再说一下哈。哈迪埃哈扎古纳尼亚罗在干的这个历史历史哈，你个乌拉万努比那赞赞乌里尤努巴尼亚罗masa si rumah kuni kaulip kuni kaulip 会更好了哈。伊拉阿扎这边又用阿扎了，伊拉阿扎跟masa si rumah nu suara atau serangawan 哈，哈迪拉哈扎kuna niaro 好，这个用很通俗的这个口语哈这个部落里给西是这个日语哈，日语的介词对，介词你看弗拉万就是迁徙努民族我们有可能巴尼亚罗好，没问题哈。好，属于这个部落的这个周围里有曼萨西鲁曼古尼亚高丽没问题。伊拉阿扎也有这个不同的属于语言还有文化好，没问题哈。好，我看其他的哈，好了没有？老师，老先说师，那个巴尼亚罗要不要一个逗号？不需要哈，这个地方你有没有那个音嘛？没有。你没有那个音你后面应该有吧？你后面应该有吧？最后面。最后面。中间那些不用加吗？理论上是要加。是哦。你看最后面你一定有嘛？最后面有吧？这个音最后面。对，我是说这个中间要不要？如果你的音很重，如果你的音很重的话，就一样。如果你的音是滑音，可以不要因为它真正的词呢是这个，它真正的词是这个真正的词阿洛，对阿洛，对阿洛它真正的音是这个，应该是在那边那只是加一个呢，
啊，加一个呢呢，那个一到啊，它就变成呢啊啊这样子滑音过去。哦，理论上它还是它真正的词是什么？呢啊呀的，加什么啊？呀，它真正的词是这样子。哦，文字了，文字是这个样子了，因为呢是一个词缀，但是我们现在都是写成这样子嘛。啊，文字现在都是写成这样的啊，y 啊，文字啊啊，所以有些音呢，就是说我们的重叠就可以看出这个字是什么啊。那我也看到过那个字是这样子，字是这样写的，我看到过，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字不规范就在这里啊。那以我来讲的话，我是建议写成这样子了，我的建议是要写成这样子啊，因为是文字，不是音呐啊。那音当然是这样子啊，音确实是这样子，因为它的喉声音很弱了啊，音是这样子。可是文字呢，我们没有压弱这个词啊，我们没有压没有，对，弱这个词没有，啊，没有啊，我们没有压弱这个词啊，我们只有阿弱这个词啊，问题在这。对，我们现在文字哈，很大的问题都在这里，都是音，不是文字。所以我跟人家的教法就是很大的冲突在这里啊。那没有办法，我主要的专长是研究语音跟文字的啊，但是上面也不用我了，没有办法哈。因为跟很多人是有冲突的。好，这题外话啊，红爱哈。所以我们把这个讲完一下，我们再休息哈。所以有人骂我说你会害死人，对，为什么？我跟很多人的教法跟现在的认证是有冲突的哈，因为我这样教的话，你们考试会考不过，因为文字都是有问题的。我说我的专长是研究，不是考试。好，我那阿里基西努尼亚罗啊，马面哈，马面这边还是要加，如果是这样，马面一会比较好哈，加个一啊。Pagkafurao no pinatatan, utaliok no panaroan, atau sa kauripan. Irahatsa ko kasa siluma aswal atau selangawan 哈。una ligisi 你前面就是没有讲到那个开头了哈，那个红爱，就是你的开头哈，就是说你只有讲到历史哈，源流哈，源流我们看一下，马面una aligisi no nialo 啊，马面啊，所以你加个开头有没有？所以说这边这个词就很好了，那个词在哪里了？哎，三大帮案有没有？有没有三大帮案这个词？源流嘛，或者是拉人阿万也可以啊，有没有？部落的开头或源流，源头有没有？你这边就是它的这个词，所以我呢这边再加一个，你要用这个哪一个？三大帮案呢？还是拉人阿万？拉人阿万啊？拉人阿万吗？是。好，拉人阿万好。好，我那拉人阿万啊，你给西努尼亚罗啊，满命你这样的话就接了嘛哈，是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哈。另外就是巴嘎夫劳努菲纳扎赞哈，巴嘎夫劳是你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要表达的是什么？
从迁徙的时候，巴嘎夫闹哈，就是从迁徙的时候哈，对，就是整个过程从开始到结束的历程了。好，所以这样的话要加乌比较好。乌乌巴嘎夫闹就是他们为什么会迁徙嘛哈？是哈，努菲纳扎旦是不是？乌是巴嘎夫闹努菲纳扎旦这样的话就更顺了哈。好，是乌达里奥努巴纳鲁安多萨嘎奥利班，好，没有问题，加按也没有问题啊。伊拉哈扎古嘎萨西鲁马按好，你很好，你喜欢用按很好，非常棒因为按就是这件事情没有问题的说了多斯兰阿万，好，很好，没问题好，谢谢老师好，苏贤，我们休息到10分好吗？好，我们休息到10分我们8点10分再进来那个还没有写的，你可以先加进来好，我们休息一下，休息到8点10分，好。
好，我们继续上课了哈。看还有没有？哦，还有人没有贴上吗？哈，都写了啊哈，哎，在哪里啊？嗯， 4个，我的在上面，上面有哪里了？都讲，那都讲过了，4个都讲过。都讲了吗？我看好，所以换下一个了就对了哈。对，下一题。好好好，下一题了哈，下一题就是第5篇了哈。好，那这个我们还是要翻译一下了。阿美族部落的特色哈，阿美族部落的特色，所以特色是什么啊？所以你不一定要按照字翻啊，就是它是一个观念啊。部落就最简单哈，就是以我来讲的话，我根本不用翻到这个字啊，你可以用解释的啊，解释啊。防卫台湾跟大陆关系怎么走怎么做？现在请问你好，部落特色哈，看一下怎么翻哈。啊，部落啊，阿美族。所以为什么是的？就是已经有了，好，已经有了啊。所以这个的就是已经有了，已经是发生的啊。所以有时候在我们阿美语这个的呢，可以是爱，也可以是都，好，也可以是都哦，好，都啊。这个部分在那个吴明义老师的字典这边讲解的比较清楚哈，就是这个的。好，阿美族部落的特色啊，所以这个是词组的概念哈，词组的概念。好，这个是比较短的哈，应该很容易翻哈。那现在就是说这个特色这个词，你应该怎么翻比较合适哈？特色，那特色当然就是我有你没有啊，或者是说我的比你更好啊，你有我也有，但是我的比你更好啊类似这种概念哈。因为每个部落本来就是不一样，有人的特色，有这个文化的特色，有地区的特色啊，所以这个词理论上哈，看你怎么翻哈，因为不是只有人哈，有这个地理环境，也有这个农产品啊。比如说我的部落都是帅哥，我的部落都是美女，这个也是特色啊。所以在我们阿美语来讲的话，我们说话是很准的啊，
就是很细。我们不会有那种那叫什么双关语哈，模棱两可的话哈，特别是动作动词哈。我现在也正在琢磨了，就是我们的动词哈非常复杂哈，动词。所以我们有很多动作的词呢，比如说光是跌倒哈，跌倒你会知道多少种说法是怎么跌倒的，我们都不一样。中文就是跌倒啊，怎么跌倒啊？那我们呢？中文呢是跌倒，然后它形容怎么跌倒，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就直接是一个单词，怎么跌倒就是一个单词，这个就是我们的语言跟别的语言不一样哈，特别是动词。好，部落的特色。好，这个书贤啊翻出来了哈，部落的特色哈。好，他用这个避难哈，避难这个词哈，避难是个关键词哈。大避难案你要弄帮助哈。好，他用避难啊，避难哈，避难啊，这个就是一个关键哈，避难这个词啊当做什么啊？那个搭哈就是可以作为那个哈其实就是大哈避难案跟大沙避难案。好，那个苏贤，请教你这个两个词哈，大哈避难案跟大沙避难案，你可以理解吗？你大概只看到大哈避难案了。对啊，大沙避难案你大概就不知道了。它其实这个词就是什么？沙嘛，哈沙避难案，这个沙其实就是作为，其实跟哈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南北腔有时候 H 跟 S 有没有是对应的？有没有？哈哇沙哇有没有？皮帽西帽有没有？其实是一样的哦。所以有时候这个 H 跟 S 是一样，但是我们在单词上面你看不到大沙避难案，都是大哈避难案。其实那个哈是当作为哦，作为哦，也可以说是方法哦，那个搭就是一个整体的意思哈。好，这是题外话哈。好，避难这个书写用避难看看有没有别的，还没有。你那个哈跟沙呢都不用也可以，没有问题哈。打避难案打避难案也可以哈。因为那个搭跟案它本身就是表示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整个是要做什么用的当然就是很显著的很显著的那就很贴近这个特色这个词比较贴近那我们刚刚有讲这个特色呢，并不一定是建筑物也可以说是人也可以说是人比如说太巴郎部落很多打棒球的选手，这个就是他们的特色都是棒球选手打直棒的很多类似这种其实这个也是特色或者是哪里
就是避难。好，避难呢可以当成是行为行为啊，它也可以是当成是符号符号如果说是符号这个词呢，会用避难这个词符号符号。符号这个词呢，我就会用避难避难。如果是标签的话呢？标签哦，哎，也可以用这个吗？避难吗？对，可以吗？标签避难不行，那用什么？因为标签它是要说明东西的，它跟符号是一个概念。标签是它会有几个重点说明是干什么的，有没有？它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了，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有点不一样。如果是用避难案可以吗？如果用绑扎的话，标签也不太够，不太适合。不够啦，就是这个话不太够。是哦，解释的力道不太够。标应该要用签什么？等一下研究一下哈。好，好，又寻的好了哈，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了哈。好你看他用沙哈，好，没有问题啊，用沙也没有问题哈。因为沙就是方法沙就是方法所以他是用沙哈。那我们的方言本来就是当然我已经可以解释出它的差异性了哈，有一点点差异了哈。好，秀兰的好，你用达利欧的，你的达利欧的是周围吗？特色，特色，这个字就是特色哈。哎，你的利欧是什么？利欧好，可以了。好，就是说我要研究一下为什么是用利欧的了哈。就是利又有点是转弯的意思转弯，是哦，转折点，就是跟人家不一样的了也是特色对嘛，所以我要让你知道，就是利又是什么意思这个又这个又跟这个又词是有关系的。是哦，又词那个t 改成 c 呀柚子，包括改成 s， 这个三个音都有关系是哦，好，转折点呢都一样是转折点吗？意思都是转折点吗？没有，这三个意思很接近，但是用在单词就不一样了是哦，你又是转弯嘛，回头嘛，有没有？有。你又是的话，你又是会变成是绕圆圈了所以你看这个尾音不一样哈，所以我们阿妹你就是很有意思的，奇妙，还有红爱嘛哈，红爱怎么样？
好，我们就先往下走了哈，往下走哈。好，来，这个其实也差不多哈，跟前面都很接近，只是大概是在重复哈。阿美族分布于台东花莲由于语言习俗的差别，分为恒春阿美和马兰阿美、海岸阿美、秀姑兰阿美南势阿美5个亚群哈。重点就是分布于哈，然后分为主要这个关键词了，其他大概没有什么了哈。那由于什么什么的差别，是不是这几个关键词哈？那其他大概台东花莲呐恒春呐马兰呐海岸呐秀姑兰南势哈。好，我们来翻看看哈，来，这个应该不难哈。现在就是说，我们就是多练习很长的这个不论是句子还是词组哈，因为其实它都是并列哈，就是很长的大概都是词组，要不然就是并列啊。那有时候那个顺序呢，你不一定是按照这个顺序了哈，就是整段的解释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也都可以哈。除非说有主词、动词的这种受词的这种概念哈。修人这么快哈。好，我们现在看哈。好，misi tekelai ku nyalo no bangsa itini pusung atau i kalingku ku alo no bangsa. Ano pagkainian i kakini no soal 5 ku nika kilat palitaw bangsa palangaw bangsa sawali bangsa syukuran bangsa amis Amis bangsa，可以吗？Amis bangsa 可以吗？Barangao 啦，Barangao bangsa，有 Barangao 啦？没有啊，你的我是说你用 Amis bangsa 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哎呀，怎么样？Amis 南势阿美啊。你要不就加 nu。nu Amis bangsa 好。对，因为属于北方啊，你这个 Amis 还不能大写。因为它是地方，有没有？它是北的意思，有没有？阿密萨邦扎当然我们听得懂，问题是你看阿密就是邦扎，邦扎就是阿密斯，那你们就是代表阿美族了。是啊，开玩笑了哈，所以叫努了哈。好，努，但是你用努呢，你要加还是要加哈？阿密什么？阿密塞？阿密塞邦扎。对，这样的话就比较好了哈，比较好了哈。那阿密塞邦扎。老师，那个努应该是小写哈。不用用大写啊？不需要了不需要不需要大写包括这个。那要小写。阿密塞就用小写，如果阿密斯的话就要大写。是吗？是这样的差别吗？是哈。现在这个文字还很麻烦呢。
我这样教，搞不好把你教错了，因为考试不是这样子，很麻烦。是哦，因为我跟他们不一样。好，好，米西这个赛哈，这个就是单独的了哈，单独的，没有这个这个叫单独的、独立的啊，就是它是分开的哈，所以米西哈有差异哈，这个西是有哦，啊，鸟肉能帮着哈，当然你这边主要是讲分布了哈。就是各个是单独在哪里了哈。好，对迪尼埃在迪尼埃一不送都嘎林古阿鲁no帮扎哈，巴盖尼恩哈，嘎给尼就是差异了哈，嘎给尼no说了哈，语言哈，如果说我现在一定要讲那个习俗的话，你要怎么加习俗？你只有讲到语言习俗，习俗你要怎么翻？习俗这个字你没有翻到，就差这个字。习俗，习俗，这边呢，我的建议是这个乌里玛，乌里玛，你看给它加个乌后面大概没有问题了。阿弥赛帮扎，那现在就是说习俗，看看这个字你能不能加进来，习俗，习俗，跟有限不一样。所以就是好还要更好，已经很好了，但是还要更好，就把习俗加进来。老师可以说说看吗？因为我想不起来了。习俗其实就是习惯嘛，比南岸哦，也可以用比南岸的，但是比南岸的话意思比较深，你有没有更好的、更简单的单词？习惯，我已经习惯了那个习惯。但是它是名词哦。是哦。用那南。嘎那那曼哦。嘎那那曼是不是？好，加在哪里？语言那个地方后面呢？巴盖尼伊嘎给你努说了都，是不是？嘎那那曼。都嘎那那曼是吧？不用都了哈，努说努嘎那那曼也可以哈，用努表示并列哈。那曼好，这根是南南对不对？学习嘛。所以嘎那那曼就是已经是习惯了，就变成是习俗，是不是？所以这个单词你要常用，你用比南岸因为比较深，小孩子会听不懂。是那嘎那那曼的话，大家都听得懂，没有问题。对，好，很好哈。谢谢。因为比南这个字是偏向在行为上了所以外在因为习俗呢，它也牵扯到这个内在的问题，内心有没有信仰啦所以习俗这个字比那个比南这个词呢，理论上是可以了但是呢，它的意思就是习俗它有外在跟内在的概念是不太一样的
老师，如果用风俗习惯，如果是风俗习惯的话，要怎么做？风俗习惯就是这就是个这个感恩的慢哦。感恩的慢，然后后面你要再加什么，可以吗？为什么叫风俗习惯？比如有那个一个词叫风俗习惯，对，习惯的叫感恩的慢，那个风俗的话，你要怎么加？用什么词？所以风俗习惯通常是指什么？民族嘛。对，所以感恩的慢呢？云南烂哦。可以啊，那哪里啊？你说不是发答案呢、发答案的风俗习惯呢？你要加这个啊，哦，好，因为那就是那个地方的。哎，我习惯，们这边风俗习惯是这样，是不是？哎这样的话就比较清楚哈。哎，嗯，你们很喜欢用这个“嘎吉涅”这个词，哎，就是你们男士啊，区别差别，哎，嗯，就是我们讲“嘎吉涅”这个词啊，就是有点偏了，就是偏了，歪了，应该不是歪，是偏了。差别，对，所以你们的意识因为，所以你看他们都是用喜鲁曼，有没有？嘎萨用西鲁嘛，喜鲁曼有没有？嘎萨西鲁不同，嘛，哎，所以就是这个语言的这个分裂之后，它的差异性哈。吉涅，这个词呢也蛮好的哈。特别嘛，对，所以这个你们是翻成特别是吗？特别，对，好，可以，你是这个，因为这个就是单独的，它主要的意思是单独的、独立的、一个的，然后就可以变成是就一个嘛，不就特别？别人都一样，你不一样嘛，它就演变成特别啊。所以你要真正知道它真正的意思哦，它是单独的、个体的啊，它的本词是这个意思啊。个个个啊，个就是缩在那个地方啊。个个，哦，你说萎缩那个缩，就是 earth 的，关键是那个 earth，嗯所以很多音是从这个音earth 扩张的。嗯，所以 first 是什么不不不？first 是什么？first 知道吗？不是紧，很紧的紧。first 是这个缠绕，哦，缠绕而很紧，所以你看它是从那个2有没有？所以它就是我讲的个，其实就是它一个小个体缩在那个地方，它变成是单一的、独立的，它的词是这么区隔的，所以关键还是这个这个词啊。好，看看别的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句子比较长哈。好，书写写好了哈。
好，马路比萨伊加林古啊都一部送古邦扎，你个在个的扎古说了都高里班萨个，乌里马爱古噶基拉赞，伊拉古巴里萨啊邦扎，法兰奥啊邦扎，啊巴沙瓦里啊邦扎，修古拉啊邦扎，啊都努阿米塞啊邦扎，哈，好，基本上很好哈。罗比萨好分布啊分散哈，伊加林古啊都一部送哈分布在。花莲台东啊，你个哈强调这个不一样哈，你个在个啊不一样哈语言不一样，还有这个生活方法哈不一样啊，因此呢分的分为乌里马爱古嘎吉拉赞哈分成5个方言哈，那在中文叫雅群哈。巴厘岛法兰奥巴沙瓦利西古浪努阿米塞努阿米塞，好，那个这个秀姑兰秀姑浪，就有时候就是会2种了哈，我看到的字就是2种哈，有的是 N 的，就是秀姑兰这个2个我都看到过哈，就是有 AN 的也有 ANG 的都可以哈，没问题。因为讲了这个不会是别的哈。你说修古浪还是修古烂如果我认为了我认为应该还是这个浪这个音当然很多人会认为是岸地方。好，这是题外话哈。好，马鲁比萨分散被分散马鲁其实就是指定指定马鲁它是马，然后叫鲁比萨不是马鲁比萨是它的词叫鲁比萨，然后前面加个马马鲁比萨那鲁比萨的话，这个词就可以用了比萨还不行比萨还不行鲁比萨萨伊嘎林古这个词就通了所以那个妈是一个词缀鲁比萨呢是一个词所以这个词不是马路不是复合词缀它是鲁比萨是一个词鲁比萨是呢伊嘎林古都一不送古邦扎也是可以的还没有就是文章比较长的时候就会大家要稍微等好，那这边呢当然这个语言这个书写你看它就用高利办这个词，你看其实这个就是很简单就是你应该要用很简单的单词，然后加词缀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真的要学会这样用千万不要用很深的你用越深的话呢也不是不好了，就是说因为是翻译嘛，就是我讲的翻译最好就是我们大家都读得懂结果你用了一个很深的词，大家都读不懂，那就很麻烦。当然我们也可以猜了就是说我们应该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单词，然后去扩成词组，或者是用词缀附加词缀其实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而不是在创造另外一个词其实我们有很多概念都是从很简单的词来扩张如果当然我们懒惰的话，你就直接借
就直接用国语直接用英语，直接用日语大概很多人也用这种方法那我认为就是翻译，如果说都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其实不用学翻译，我们就直接说国语就好了我们直接说英语直接说日语不需要说阿美语了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样持续走的话，我们的语言也是迟早毁灭只是我们现在在让它迟缓所以我们还是有机会把我们的语言好好的传承。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构词这个概念呢，一定要不断的加强用很简单的单词去扩张我们不是没有的，我们是可以只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能力还不够就是构词的能力还不够像我最近在看那个林明德老师的资料其实这里面真的很多单词非常好真的也给我很多的启发好，还没有出来老师，请说。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讲那个哈扎跟尔扎有什么不一样吗？好，其实一样就是说我要讲的就是说一样的就是这个词是一样的，只是它有个变体，它有4个变体但是我们很多在说话的时候是减音了，应该是哈扎哈扎有没有？扎，但是这个音不能少，如果你是炸的话就不行，包括这个比较常到的炸，其实这个音你看不是就是嘛，有没有？它关键在这里，这个都是跟喉咙有关系，都有这个音了炸炸炸哈炸，这4个词一模一样这4个词这4个词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就是看你的方言是哪里老实讲，比较少的是这个哈炸比较少。你看聊完哈炸，聊完哈炸，聊完炸，聊完阿炸，全部都一样的，都可以又再重来这4个词是一模一样，但是你不能只有炸，如果是炸的话，那就是变成是不了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说话，它会有减音，可是我们在文字的时候是不合适，一定要把那个音说出来，打出来这样的话就不会造成误会就是我们很多的字比如说不好意思打断，我写在那个信息栏那个地方，那个你讲的那个炸是这个吗？对，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是这个，因为也可以在文字上写这个嘛因为你们现在很多的文字是这么写的了，但是基本上我是反对了因为它是2个音节嘛，是不是我们的一个音节结构一定要有母音，你记住，我们的一个音节结构子音是不能单独发音的，子音不可以单独发音所以它一定要有一个母音，那它才叫音节。什么叫音节？有子音跟母音一定才叫音节。如果是光是一个子音，那是不行的。就是你刚刚那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子音没有，它是个母音，它不是母音，它是子音这个字是子音，它不是那个的那个，所以这个是个子音，并不是母音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符号很大的问题在这里这个嘎老是子音它不是母音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符号问题在这里就是说没有错，有这个音，问题是什么叫音节结构？就是一定有母音加子音的才叫音节如果是只有一个音，那不叫音节只有一个音不叫音节最起码是一个母音一个子音，不管是前是后
一定最起码2个，最多3个，最多3个。如果以我来讲，我要加这个，以我来讲的话，我要加这个，一定要加，这个才叫文字，这个才叫文字，这样才成立哦。对，我们阿美语的一个文字最基本就是我讲的，它一定是5个音了。5个音，我们最基本的单词都是5个音，5个音。5个音。是的啊。5个音，但是我们的文字不一定是你看这个1个音是不是？2个音、3个音、4个音、5个音呢？5个音。但是我们有很多音是没有在字里面的，麻烦在这里，因为它是很弱的音。我们很多的音呢，5个音呢，这个是最基本的单词了。我们阿美语最基本的单词，我们3个音的字非常少，但是有非常少，不多不多。我们的单词都是5个音，然后再加词缀，那扩张扩张。谢谢。当然这是我的见解你就听听就好了，因为这个违反到现在的文字结构包括考试，所以很多人反对我就在这里你说你会害人对，我是害人。我说我是做研究，我不是为了考试所以按照这个结构，后面都要有这个音呢，哈扎哈扎哈扎通通都要有其实都是5个音呢都是5个音。现在就是很麻烦，就是现在就是千词表里面的这个，包括9阶里面的教材为了考试呢，你们还是按照那个去写所以确实我这样教是会害到人，确实了也没有错。所以呢，我没有办法进入他们里面的原因就在这里了好，我们看一下红爱的Pinazatan no amis malupisakai pusong atau kalingku kasasiruma ai kusual atau pinangan少一个 n pinangan lima ai ko misi kesai 你看有 kesai pinazatan upalisa amis ufalanga amis pasawali amis usyukuran amis atau amisai amis 好，这 amisai amis 这个很绕舌好，这边呢，这边最好是加一个乌乌finazatan no amis 好，开头加个乌比较好所以这个 F 就小写乌finazatan no amis malu pisakai i posong atau kalingku 好，没问题你的这个在这里刚才西鲁马爱古说了都比南岸这个，所以比南岸这个字很好但是就是很深传统这个比南岸也可以是传统，我也可以把它翻成文化，它也可以是习俗，所以比南岸这个词很宽很宽，意思很宽好，那你们爱古米西格塞比南扎山所以你要格格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gus" 这个词单独的分开的独立的好，这个没有问题了很好还有2个而已。喜喜我的在前面。
嗯，哦，在前面哈，好，对，等一下我看一下哈，所以贴出来的时候要跟我讲，要不然我一直讲话。好，了解。哦，你的啊，右行的在前面哈，书写的好了吗？好。Uka setenak no amis seiraan ha, seiraan 吧？好，伊拉爱好，少 iraan，打了哈。iraan itini ipusong atau kalingku, jua kacat kusuan atau pinangan. Mas 所以慢撒吧，好，慢杀。慢撒哈，慢撒好，伊拉古lima ai古必须是 no amis 哈然后这边应该是这边最好是加个逗号哈，加个乌哈。巴厘岛、法兰奥、巴沙瓦利、九姑兰、阿米塞、阿米斯哈，基本上你用这个嘎萨登大考就是这个分布了哈，好，必须是哈，必须是就是分裂排列当然就是不同了哈，就是不同的5个方言哈，没有问题哈。曼萨哈，曼萨伊拉古里马爱啊，所以你看曼萨伊拉古里马爱古必须是，你这边2个孤有没有看到？有。你要不要改成1个孤？可以。你怎么改？慢杀伊拉lima ai 古必须是前面那个姑好像要去掉。那怎么慢去？杀伊拉，慢杀伊拉lima ai 古必须是 no amis，这样对吗？行行，怪怪的。怪怪的。那老师，那你改好了。孤在前面是对了。好，这个曼萨伊拉古里马爱哈，然后这个后面的姑你要改成什么？努还是都？努。曼萨伊拉爱古lima ai no 必须是都了，先用都必须是 no amis。好，你用都好。好，没问题哈。所以这个孤哈最好是摆第2位了这个才是我们比较标准的这个结构，就像这个做阿嘎在孤有没有？这个孤有没有？好，因为重点是因为前面是这个否定做阿嘎，所以他在好马扎代古说了是不是？马扎古说了，所以它是那个嘎扎是马扎马扎，所以它还是第2个词哈。好，所以你后面改成都没有问题哈。好，很好，就是那个阿米塞阿密斯，你觉得会很顺吗？阿米塞阿密斯，阿米塞阿密斯，不是你那个南斯阿美不就是阿米塞吗？所以阿米塞啊，当炸。阿美，可是我用阿米塞阿密沙阿米塞，我们那边比较讲阿美族就讲阿密沙。这样努阿米塞阿密斯，后面那个阿密后面那个阿密才是族，前面那个阿密是北方。就是这个你要注意努阿米塞阿密斯，你看到我的文字有你要这样写这样才会准阿米塞阿密斯。好，那我不知道别的老师会不会挑这个毛病了但是就是我们在文字上这个要小心努阿米塞阿密斯就可以了好，还有一个请慢等，
3个，4个都有了，都有了哈，都讲了吗？都讲完了吗？都讲了，都讲了。嗯，哦，这边2个啊，刚好，那时间刚刚好哈。好，那下个礼拜哈，我们是最后这个阶段的最后一节课了哈。那这边呢，我有这边稍微，这是我个人的这个意思哈，就是我刚刚讲到那个Nyaro哈。如果你有看文章文化篇呢，它是讲住在栅栏里面的人我认为这个不合适，因为这个仅仅是少部分的部落是这样，它不是所有的部落都是这样就是我要讲的，就说所有的部落都是这样的话，那可以，但并不是并不是就是说这个问题呢，我真的找了很多老人家去讨论，但是因为这个作者呢叫李议员，他是什么？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地位是非常高的，真的非常高，所以很少人反驳他反驳他。那我也没有机会去反驳他，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不在了不在了。那就是说他不知道真正的这个 Nyaro 的词是什么意思不是所以我这边有说明当然这个也是我自己的说明就说阿鲁，你看他在古代的时候，它其实是同一个词，只是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阿鲁是动词阿鲁是名词，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词那 Nyaro 就是住的所在，就是我讲的，我们不论是住在哪里，一定是在河边，就算是在海边、海岸，还是在出海口，只是现在我们慢慢的扩散，已经远离河流越来越远了但是我们有一个传统不论我们阿美族从台东迁徙到新北市还是桃园市，我跟你讲，最早一定是在河边你去调查所有的部落，我们包括那个桃园的那个扫瓦子他们为什么在那个地方离河边很近一定的，就是说我这个词绝对不是我自己在说而是我自己已经跟很多老人家做过讨论的我才敢这么说当然就是希望大家要知道说我们的词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我们去解释，那才会精准那这一段呢不用翻我只是要写给大家所以下个礼拜呢，我们大概就是从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有1、2、3、4了1、2、3、4，应该下个礼拜这个可以翻完了可以翻完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下个礼拜是7月5号7月5号好，那今天就